歡迎收睇野人教室。咁我哋今次咧就去睇翻地理科選修單元 E2天氣與氣候嘅兩個天氣系統，就係包括颱風同埋冷風嘅形成，同埋佢對於香港天氣嘅影響啦。咁我哋要了解天氣系統對於天氣嘅影響之前，咁我哋首先就要去學識睇天氣圖先。咁天氣圖咧，大部分嘅符號咧，其實都要靠死背咧去記住佢嘅。咁當中有幾個符號咧，我哋需要特別記啦，就係第一就係包括降雨嘅符號，包括就係毛毛雨啦，好似個逗號咁嘅。雨啦就係一個實心嘅句號啦，驟雨就係一個倒三角嘅。咁呢三種符號咧，都係代表住當地係有降雨嘅情況嘅。而第二個符號就係關於風啦。如果係一個空心嘅句號符號咧，就係代表住微風或者無風啦。咁如果係一個好似一支箭有一條羽毛嘅話咧，就代表住有5米嘅風。咁如果咧嗰條風咧係有2條線嘅話咧，咁即係代表住係有10米每秒嘅風啦。咁所以如此類推咧，咁樣加上去嘅。咁最後咧，如果係去到25米嘅時候咧，就會用一個旗仔咧去表示嘅。咁其次咧，我哋亦都會有2.5米每秒嘅風速去表示。咁如果咧嗰支旗仔咧係得一半嘅話咧，咁即係代表住係2.5米每秒啦。咁呢一個風速符號，除咗可以睇到風速之外咧，亦都可以睇埋風向嘅。咁我哋最主要咧就係睇呢支箭嘅 pat pat 位置，咁我哋就可以睇到個風向噶啦。咁記住咧，唔係睇呢支羽毛嘅位置嘅。咁例如呢一個風速符號嘅風向咧，就會係向住西北方啦。咁所以咧，佢嘅風向咧就係屬於西北啦。咁最尾咧，我哋仲有2個天氣系統嘅符號要記嘅。咁第一個就係代表住颱風或者熱帶氣旋嘅，好似一個漩渦嘅符號啦。咁第二個咧就係一個鋸齒狀嘅符號，就係代表住冷風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去考核天氣嘅時候咧，好多時就會俾一個天氣圖你啦。咁亦都要解讀到咧，當時候咧究竟個天氣狀況咧係會有啲乜嘢嘅轉變嘅。咁首先咧，我哋會先講下咧颱風嘅形成過程同埋有利因素嘅。咁颱風咧其實係一個低氣壓嘅系統啦。咁所以咧，其實喺颱風入邊咧，佢嘅空氣咧係會不斷向上升嘅。咁究竟有啲咩嘅原因會導致空氣向上升咧？其實就關乎個氣温事啦。其實我哋喺之前嘅影片都學過，空氣向上升嘅機制，其中一個條件就係要氣温夠高，因而空氣受熱膨脹，密度降低，從而空氣就會向上升。咁所以喺邊啲地方最容易有温暖嘅空氣呢？就係一啲熱帶同埋温暖嘅海洋，就會最容易有温暖嘅空氣啦。而喺呢啲熱帶地區，太陽輻射亦都會直接提供感熱，因此咧有利呢個蒸發嘅作用，令到空氣咧係會急速上升同埋複合嘅。咁所以熱帶氣旋一般都比較常見於喺緯度10至15度之間嘅熱帶海洋之中出現嘅。如果講開温度高嘅話，赤道地區0度咧，應該個氣温係會比起緯度10至15度地區為高先至啱。咁但係點解颱風唔會喺0度地區度生成呢？其實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0度地區咧，佢嘅科里奧利力咧，相對係會比較弱嘅。而喺北緯10至15或者南緯10至15度咧，係有一個強烈嘅科里奧利力。咁因此就令到啲空氣咧係會逆時針嘅方向咧旋轉入去個颱風入邊，咁就令到啲颱風咧係能夠吸收更加多嘅能量啦。其次，熱帶氣旋除咗要夠熱去形成之外咧，第二個最重要嘅條件咧就係熱帶氣旋需要有充足嘅濕氣或者水分咧去有利佢形成嘅。因為當水蒸氣不斷向上升嘅時候就會凝結啦，咁因此喺凝結嘅時候咧就會好容易會釋放潛熱，令到颱風嘅四周圍嘅氣温咧變得熱上加熱，咁就令到咧有2股嘅熱力，包括係感熱啦同埋潛熱嘅提供，咁就令到颱風嘅能量咧累積得好快啦。咁因此咧，颱風嘅形成咧，必須要喺一個海洋上邊啦，因為海洋先至能夠提供大量嘅水氣同埋濕氣啦。同時間個海洋亦都要夠熱、夠温暖咧，先至有利形成颱風嘅。咁所以一般颱風咧都會係常見於喺夏季嘅時候先至出現。咁所以成個颱風嘅形成過程嘅流程究竟係點呢？首先第一個條件，我哋一定要有一個温暖嘅海面啦。其次，啲空氣就會受熱而膨脹而向上升。當空氣向上升嘅時候咧，嗰啲水氣去到高空咧，亦都會冷卻凝結。冷卻嘅時候咧，亦都會將嗰啲嘅熱力咧釋放翻出嚟，因而釋放咗潛熱。咁就令到咧喺海面咧形成咗一個低氣壓嘅中心。咁其次咧，冷卻咗嘅空氣咧，亦都會下沉翻落去海面。最後因為氣壓梯度力嘅關係，風會由高氣壓吹去低氣壓，咁所以就令到四周圍嘅空氣咧就會吹入去熱帶氣旋嘅低氣壓中心入邊啦。咁同時間因為熱帶氣旋嘅形成係牽涉到熱空氣不斷向上升同埋冷卻凝結啦，咁所以就會形成一個好厚同埋好高嘅雲狀。咁因此我哋將呢啲雲稱之為塔狀積雲，咁就會形成暴雨同埋雷暴嘅。
咁呢一個颱風形成嘅注釋圖咧，大家可能都要去畫一下試下，因為咧都有機會去考核我哋要去畫翻颱風嘅橫切面嘅形成過程嘅。咁第二部分我哋就會去了解下，究竟熱帶氣旋呢一個天氣系統係會對香港嘅天氣造成啲乜嘢短暫嘅影響嘅。咁颱風嘅來臨呢，我哋最主要可以分咗做四個階段嘅。第一就係當熱帶氣旋接近之前啦，就係佢仍然喺好遠嘅距離嘅時候。第二就係當熱帶氣旋已經接近香港嘅時候。第三就係當嗰個漩渦非常之接近香港，甚至乎風眼呢係會掠過香港嘅時候嘅天氣會有啲咩嘅轉變。最後啦，就係當熱帶氣旋遠離香港同埋甚至乎消散嘅時候嘅天氣狀況嘅改變。咁一般喺呢部分嘅考核咧，我哋最主要就係要去描述究竟個天氣有啲咩嘅轉變啦，同時間亦都要去解釋翻究竟點解會導致呢啲天氣嘅改變嘅。咁我哋首先了解下第一個狀況，就係當個熱帶氣旋仍然喺好遠嘅距離，仍然嚟緊香港嘅時候，究竟香港嘅天氣狀況會有啲咩嘅轉變啦？咁第一個狀況就係我哋香港當時個氣壓相對會高一啲啦，原因就係因為佢係一個熱帶氣旋系統啦。咁而熱帶氣旋咧嘅中心咧嘅空氣係會不斷向上升，而亦都會喺四周圍咧下沉翻落嚟，咁就令到咧當時香港咧就受到一個空氣下沉嘅影響，咁就令到香港當時個氣壓咧就會高一啲啦。咁其次，因為香港當時係受到一個下沉嘅空氣所影響啦，所以香港當時咧好多時都會係一個微風甚至乎冇風嘅狀況。就算有風咧，好多時都係會吹一個離岸風嘅。原因咧係因為空氣咧係會以一個逆時針嘅方向吹入去熱帶氣旋嘅中心，而氣壓梯度力咧亦都會令到空氣由高嘅氣壓吹去低嘅氣壓。因為當時咧喺熱帶氣旋嘅氣壓係最低啦，咁所以就會令到四周圍嘅風咧吹入去個熱帶氣旋嗰度，咁就引致咗一個離岸風嘅情況。咁同時間咧，因為氣壓梯度係比較平緩啦，咁所以就導致咗一個微風甚至冇風嘅狀況。咁第三，我哋喺颱風來臨之前咧，一般都係呈現一個冇雨嘅狀況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當時香港受到空氣下沉嘅影響啦，咁亦都抑制咗雲嘅形成，令到我哋好難會有降雨。同時間因為我哋係吹離岸風啦，所以咧我哋嘅含水量都比較少，咁所以亦都不利降雨嘅形成嘅。最後喺颱風來臨之前呢，我哋嘅氣温一般都會係比較高温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啱啱空氣下沉嘅影響啦，令到我哋好難形成雲，咁所以通常天氣咧都係陽光普照嘅，咁就令到更加多嘅日射咧係會到達地面，咁就令到我哋個氣温相對較高啦。咁第二個狀況就係當熱帶氣旋接近香港嘅時候，香港嘅天氣狀況會有啲咩嘅改變？咁呢一個狀況都係好常見嘅，例如平時掛3號風球或者8號風球咧，都會係呢一個狀況嘅。咁首先，當熱帶氣旋接近嘅時候咧，我哋香港嘅氣壓就會下降啦。原因因為熱帶氣旋咧係一個低氣壓嘅系統啦，咁所以當熱帶氣旋接近嘅時候咧，我哋香港附近嘅空氣咧都會強烈上升同埋複合，咁因而就令到我哋嘅香港嘅氣壓就會下降啦。咁其次，當颱風接近嘅時候，我哋香港嘅風速亦都會增加啦。原因就係因為當時候嘅氣壓梯度咧係會非常之陡峭，咁就令到風速係非常之強。咁同時間因為氣壓梯度力嘅關係咧，就會令啲空氣會由高氣壓吹去低氣壓，咁所以咧亦都會令到個風向咧係會改變咗嘅。咁風向受到科里奧利力嘅影響，就會令到啲空氣咧會以逆時針嘅方向咧吹入去風眼。咁所以當個熱帶氣旋移動到去香港唔同位置嘅時候咧，個風向都會有唔同嘅。就以呢一個天氣圖為例啦，因為當時候嘅熱帶氣旋係位於香港嘅東南邊啦，咁所以如果個風係以逆時針方向吹入去風眼嘅話咧，咁當時候咧就會係吹東北風，咁所以風向咧係會受住颱風嘅位置咧而改變嘅，令到香港係吹唔同嘅風向嘅。咁第三，當颱風接近嘅時候咧，香港嘅降雨量都係會增加嘅。原因就係因為香港受到漩渦嘅影響啦，喺風眼壁附近嘅對流活動咧係會非常之強烈，咁因此咧就令到水氣係會好容易凝結，咁就好容易咧受到螺旋雨帶嘅影響，為我哋香港帶嚟大雨。同時間因為我哋好接近漩渦嘅中心啦，咁因此咧亦都會有好多嘅塔狀積雲，會為香港咧帶嚟暴雨同埋雷暴嘅。咁最後香港喺熱帶氣旋接近嘅時候咧，個氣温都係會下降嘅。原因就係因為塔狀積雲咧係非常之厚同埋高啦，咁因此阻擋咗大部分嘅日射，令到香港接收嘅日射量咧係會少咗，咁就令到氣温會下降。咁第三個狀況就係當熱帶氣旋嘅風眼掠過香港嘅時候，香港嘅天氣狀況會有啲咩嘅轉變？首先，當風眼掠過香港嘅時候，香港氣壓會跌到最低啦。原因係因為颱風係一個低氣壓嘅系統，咁所以喺中心位置呢個氣壓會係最低嘅。
其次，香港咧亦都會經歷一個短暫無風或者微風嘅時候啦。原因就係因為科里奧利力咧係會令到風咧係會偏離咗中心，就類似一個離心力咧係會將啲風扯走，咁就令到中心嘅位置咧係冇風或者微風嘅狀態。咁第三，當風眼掠過香港嘅時候咧，亦都會令到香港經歷一個短暫冇雨嘅情況。原因就係空氣咧係會喺風眼嘅位置下沉，下沉嘅空氣咧就抑制咗雲嘅形成，咁就因此就令到風眼嘅位置咧係會冇雨，亦都冇雲嘅。咁最後，當風眼掠過嘅時候，亦都會令到我哋香港經歷一個短暫嘅晴朗天氣，亦都會令到我哋香港嘅溫度咧係會回升。原因就係因為冇乜雲嘅形成啦，咁因此咧有更加多嘅日射落到地面，咁就令到我哋香港嘅氣溫會增加。咁最後一個階段咧，就係當熱帶氣旋遠離香港或者甚至乎消散嘅時候，會對香港嘅天氣狀況會有啲咩嘅改變？咁首先，香港嘅氣壓係會慢慢回升翻啦，因為熱帶氣旋已經慢慢遠離香港啦。咁其次，因為氣壓上升咧，風速亦都會慢慢減慢。同時，因為熱帶氣旋喺唔同嘅位置啦，已經咁，所以當時候香港嘅風向咧都會改變嘅。但係颱風遠離嘅時候咧，香港嘅降雨量係會先增加而後減少嘅。原因因為當颱風遠離嘅時候咧，香港會更加容易受到螺旋雨帶所影響，為我哋香港帶嚟更加大嘅暴雨。但係隨住颱風越嚟越遠啦，咁因此降雨量咧就會更加少，因為受到螺旋雨帶嘅覆蓋咧就會變得遠離咗啦。咁最後隨住熱帶氣旋同埋螺旋雨帶嘅遠離啦，令到香港嘅雲量都會減少，咁所以就令到香港嘅氣温咧係會回升嘅。咁去到最後，我哋都了解埋究竟颱風會喺咩情況下會逐漸減弱同埋消散。咁其實同佢嘅形成過程都非常之有關嘅，因為我哋知道颱風嘅形成必須要有一個夠温暖嘅空氣啦，同埋夠濕潤嘅空氣。咁因此咧，當颱風經過較冷嘅温度嘅時候咧，又或者當佢哋失去咗水氣供應嘅時候咧，佢就會減弱啦。例如咧，颱風經過較冷嘅水面，或者受到一啲冷空氣所影響，例如東北季候風所影響嘅時候咧，咁佢就會令到颱風咧失去咗熱力嘅來源供應，咁就令到咧佢嘅能量減弱啦。咁第二個情況咧，就係如果當颱風到達陸地嘅時候咧，或者經過一啲島嶼嘅時候咧，咁佢就會失去咗水氣嘅供應啦。咁同時間地面嘅摩擦力咧，亦都令到颱風嘅能量係會削弱咗。咁因此咧，就通常經過陸地嘅時候咧，就會令到颱風會減弱甚至消散嘅。咁所以好多時咧，當颱風經過菲律賓嘅時候咧，好多時颱風就會因而削弱咗。咁當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佢嘅風速同埋能量咧，亦都會比以往係會弱咗嘅。咁之後我哋就睇埋第二個嘅天氣系統，就係冷鋒啦。咁冷鋒咧，其實同我哋之前所學嘅冬季季候風咧，其實係同一樣嘢嚟嘅。因為冬季季候風咧，都係一個寒冷乾燥嘅空氣吹落嚟香港啦。咁而冷鋒嘅形成咧，其實同冬季季候風咧係大同小異嘅。咁我哋之前都學過啦，因為喺冬季嘅時候，陸地嘅比熱比較低，咁因此咧散熱比較快，內陸嘅氣温都會較低，因此空氣就會冷卻收縮而下沉，咁就令到內陸地區咧嘅氣壓持續上升，咁因此就令到內陸地區咧形成咗一個高氣壓嘅中心，亦都會令到反氣旋形成咗喺內陸地區嘅。其次，因為受到氣壓梯度力嘅影響啦，所以風就會由高嘅氣壓吹去低嘅氣壓，就會由內陸地區較高嘅氣壓咧，吹咗去沿海地區較低嘅氣壓嘅位置。咁同時間咧，因為風受到科里奧利力嘅影響，所以風就會從高氣壓中心順時針嘅方向咧，吹出去沿海地區，咁就令到沿海地區咧，例如香港咧，就會受到東北或者西北季候風所影響。咁呢啲嘅西北或者東北季候風通常都係一股寒冷而且乾燥嘅冷空氣，咁呢啲嘅冷氣團咧係會向南移動，直到咧會同沿海地區嘅暖空氣咧相遇嘅。咁最後咧，因為呢啲嘅暖空氣密度比較低啦，所以佢就被逼咧沿住同冷空氣接觸嘅鋒面咧係抬升，咁最後就形成咗冷鋒啦。咁當冷鋒經過香港嘅時候，我哋香港嘅天氣會有啲咩嘅轉變呢？我哋最主要可以分咗做三個階段嘅。咁第一就係當冷鋒接近香港之前啦，第二就係當冷鋒接近甚至乎到達香港嘅時候，第三就係當冷鋒經過咗香港嘅時候嘅天氣狀況嘅改變。咁首先我哋就去睇下當冷鋒嚟到香港之前，香港嘅天氣狀況究竟會係點啦。第一，香港嘅氣壓咧，通常都會係一個高氣壓啦，因為當時候香港都係處於一個冬季嘅狀態啦，咁因此咧，香港嘅氣壓都會係高。不過咧，如果相比起冷鋒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其實個氣壓係會相對低一啲嘅。
咁其次，當冷鋒來臨之前呢，香港通常都係吹微風同埋離岸風嘅狀況。原因就係因為受到氣壓梯度力嘅影響下呢，空氣會由高氣壓吹去低氣壓。咁因為當時候香港都係處於冬季啦，所以沿海地區嘅氣壓都會係較內陸低，咁所以通常就會係吹離岸風。同時間因為氣壓梯度比較平緩嘅關係，咁亦都令到風速係會比較弱。咁第三，當冷鋒來臨之前呢，香港通常都係冇降雨嘅。原因因為本身嘅離岸風呢，一般個含水量都會較少啦。同時間因為香港係處於一個高氣壓嘅關係，下沉嘅空氣呢亦都抑制咗雲嘅形成。咁所以當冷鋒來臨之前呢，香港都係冇降雨嘅通常。咁最後，當冷鋒來臨前呢，香港嘅氣温一般都會比較高一啲嘅。原因就係因為香港係位處一個沿海地區啦，我哋嘅温度呢係會受到海洋調節，係一個海洋性嘅氣候。咁因此就令到啲暖空氣呢係會覆蓋住華南嘅海岸，咁就令到香港當時嘅氣温呢就會稍為高一啲。咁第二個情況就係當冷鋒到達香港嘅時候，香港嘅天氣狀況嘅改變。咁首先呢，當冷鋒到達嘅時候呢，香港嘅氣壓係會增加嘅。原因就係因為冷鋒係一個高氣壓同埋反氣旋嘅系統啦，冷空氣呢係會令到空氣收縮而下沉，咁就令到香港嘅氣壓呢係會持續上升嘅。其次，當冷鋒到達嘅時候，亦都會令到香港嘅風速係會增加嘅。原因因為氣壓梯度力嘅關係啦，風會由高氣壓吹去低氣壓，咁因此冷鋒呢就會令到個氣壓梯度會變得更加陡峭啦，因此風速就會上升。另外，當冷鋒到達嘅時候，亦都會令到風向係會改變咗，亦都會更加係容易吹離岸風嘅。原因就係因為咧風咧係會從高氣壓嘅中心順時針從一個反氣旋中心咧係吹出嚟，咁因此就會好容易形成東北風或者西北季候風。咁第三，當冷鋒到達香港嘅時候咧，香港嘅降雨量通常都會增加嘅。原因係因為寒冷乾燥嘅暖氣團遇到沿海地區温暖潮濕嘅暖空氣嘅時候咧，暖空氣就會被迫沿住風面咧抬升，咁因此咧空氣咧就會冷卻凝結，從而形成咧鋒面雨，咁就令到香港嘅降雨量咧係會增加嘅。咁最後，當冷鋒到達香港嘅時候咧，香港嘅氣温都會係下降，原因就係因為呢股寒冷同埋乾燥嘅冷氣團會南移啦，咁就令到呢股冷空氣咧覆蓋住香港，咁就令到我哋香港咧會有寒潮嘅出現，氣温就會下降。咁最後咧就係當冷鋒掠過同埋經過咗香港之後，香港嘅天氣狀況有啲咩嘅改變啦？咁首先呢，當冷鋒經過咗之後呢，我哋香港嘅氣温係會下降啦，因為當時候香港已經被一股寒冷同埋乾燥嘅冷氣團所覆蓋住，咁就令到香港嘅氣温係會下降。就例如途中嘅城市 B 呢，當冷鋒經過之後呢，佢就已經俾冷空氣覆蓋住，咁所以佢個氣温就會低啲嘅。咁其次，因為氣温下降嘅關係啦，咁就會令到當時候個氣壓都會增加。因為當冷鋒經過咗之後呢，香港就會受到冷空氣所覆蓋住，冷空氣就會冷卻收縮而下沉，令到空氣嘅密度增加。同時間香港亦都受到反氣旋嘅影響，所以令到香港嘅氣壓係會增加嘅。咁第三個情況，香港嘅風速咧喺當時亦都會增加嘅。原因因為當冷鋒掠過咗香港之後咧，香港嘅氣壓梯度會變得陡峭，咁所以令到風速會增加。同時間因為風咧係會從高氣壓中心順時針方向咧吹出嚟，咁因此令到香港咧持續都會受到東北或者西北季候風所影響嘅。咁最後當冷鋒掠過咗香港之後咧，香港亦都會逐漸變成一個冇雨嘅天氣狀況。原因因為我哋香港當時係受到離岸風所影響，離岸風本身嘅含水量都較少，因此不利降雨啦。同時間香港亦都受到冷空氣所影響，溫度下降嘅時候咧，就令到空氣嘅持水量減少啦，令到我哋相對濕度下降，不利降雨嘅形成。同時間因為香港亦都受到高氣壓嘅籠罩啦，下沉嘅空氣咧亦都抑制咗雲嘅形成，咁就令到香港咧好難形成降雨，反而變成一個天氣晴朗嘅狀況嘅。咁我哋今集咧對於颱風同埋冷鋒呢兩種喺中國沿海地區好常見嘅天氣系統咧嘅重溫就嚟到呢度啦。咁我哋下堂再見啦，拜拜。好啦，咁今集嘅野人教室就去到呢度。如果大家對自然環境有興趣，就可以撳影片下邊嘅訂閱掣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亦都歡迎大家 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嘅影片。如果大家對呢個話題亦都有想法，都歡迎你哋喺下邊留言。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啦。